你張床底係咪塞滿晒舊衫、舊鞋，甚至係壞咗嘅電器？床係你每日休息、養精蓄銳嘅地方。床底最講究通風透氣。如果你塞滿雜物，等於喺你身下變埋咗個晦氣陣。舊鞋代表走回頭路，壞電器代表氣場停滯。你晚晚瞓喺啲陰氣同廢物上面，難怪你成日發惡夢，起身周身痛，做嘢渾渾噩噩。點樣重新啟動個健康運？教你3招。第一，今個週末即刻清空床底啲雜物，尤其係舊鞋同生鏽嘢。第二，如果床底一定要儲物，淨係可以放乾淨嘅被鋪同衣物。第三，清乾淨之後，喺床底4個角落偷偷地擺個硬幣，穩住你個健康根基，日日精神奕奕，即刻點讚收藏，轉發俾你關心嘅家人。喺評論區留低一句邪氣退散，好運纏身，接住呢波健康運。